咱敬爱蔡平师，咱各位点来说，咱的领袖，咱的助理，咱的副组长、公司处长，大家早安，非常欢喜，嘛非常的容易，今日非常的难得，伫咱疫情伫台湾这个土地大复杂的这个时阵，咱伫迄个教务处，咱爱想，包括咱学生，动手代点，依然是想尽真济办法来做。爱想，包括咱学生，动手代点，依然是想尽真济办法来突破这个疫情内底这个困扰。那当然，咱今日呢，本来是咱实体班的教育，但是因为咱知影讲疫情的迄个严峻，所以咱的教务处包括咱各位点文书，咱大家凝聚一个共识。讲虽然讲咱伫实体教育上咱有一寡困难有危险性，因此当中呢咱伫线上来做教育。本来今日呢应该是实体教育，嘛劳烦着咱包括医生蔡平师，蔡平师就来对咱义和同修大德，应该对马龙没有陌生的哈。马来咱义和辜负了办的这个三宝心法，当然伊的道学，包括伊的这个三宝心法，以这个意境上来贡献，咱大家嘛对伊嘛真正肯定，嘛真正了解。因为咱为着要咱的蔡平师，伊有足多物件，对咱义和这个佛学。咱教育处理，因此呢，咱在此来邀请到咱的蔡平师，无少着这边的辛苦。本来今日爱来游啦吼，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直接在线上，在线上教育。那因为咱的蔡平师今天的课题就是愿有人才应有的愿力与使命。当然，这个题材应这个机应这个时阵，因为咱每一个就是咱师尊师母，一无之道一师之道，一无之师一师之道啦吼。伫这个当中呢，因为咱所有的这个疫情的严重，那么重症头谈，伫这个时阵咱每一个人才应有这个环境。嘛袂使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严重，咱各位怎甲下咧？那安尼呢？咱这个原则咱这个原则，咱要度化有缘有情的众生，安尼咱可能有困难。但是咱的使命，什么叫做使命？这个原则就是对咱的内心世界所发生一种的动力。这个使命就是讲，你把迄个动力甲化作于力量，甲输出来，咱动力。所以呢，因为咱知影趣味，因为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就心转。但是虽然咱拄着这个疫情的这个严重，当然我拢在实体上的教育，所以咱就做一个转，因为咱每一个人才一定要提出咱有真正发展地，别怎化这个疫情的这个围绕，疫情的这个恐怖。咱要安怎化处理为助力？这是咱的使命，用着咱的智慧来做，来使我咱的自信，大家会当伫这个种的迄个困境的内底当中，无因为安尼来客气，无因为安尼来停止着伊受烦恼。这是一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因此当中呢，咱每一个咱的身为咱别人的雇主，上到点文书建议
下到咱所有的大主人才，一定爱大家爱能够用方法。当然，咱讲离这个疫情的严峻，大家免细心，免作小心，免作小心来防护。足有这个智慧来防护这个代志。但是无因为讲今日咱拢总无去想办法，咱拢无去想方法，怎把金阁通会把它绑咧？安尼也是非常的有彩啦吼！今日嘅当中非常的认真咱今日也是咱的这个529是咱蔡田师的这个令人开课的这个人才应有的愿力与使命，这个是非常的需要，非常的重要因为咱学校就讲这个所在感谢着咱蔡田师一路来对咱义和，尤其对咱爱祥咱合成道场，也是讲非常的关心非常给人照顾再次感谢蔡田师慈悲好，谢谢蔡田师。大众请起立。感谢父前人慈悲，贤道义举躬，坤道义举躬。接下来我们恭请蔡田禅师入门慈悲，贤道义举躬，坤道义举躬。蔡田禅师好。好，谢谢。好，我现在可以开始讲吗？可以了。可以了感谢咱傅前人呢，这么甲护学的鼓励甲听谈其实护学没有那么厉害啦，护学也是才疏学浅啦。那来到我们贵单位最主要还是抱着学习的这一种心态因为人讲人食到老爱学到老啦所以咱拢是兼着天文数德今日才有这个机会啦。虽然讲无共基线，但是大家拢是拄则咱傅正英甲咱开示的，拢是一秒即注一书即道。那么互我有这个荣幸拢是兼着咱贵州的咱的前人、副前人，甲各位这领营助理甲咱线上这个线上的这人才大家有这个机会，互学来报告一寡这个心得来甲大家分享。那因为我们秀香前贤给后学因为今天要跟大家结下这个姻缘的对象我们讲的是人才。那既然人才，后学就以后学的浅见那么拟出一个专题就是人才应有的愿力与使命那用这个专题来跟大家报告，那么跟大家分享。但是如果讲的不圆满的地方，那么当然也请咱傅前人甲咱各位点文书注意前年台底会当甲护学指正，这是护学的希望啦那么咱今日来针对着咱这个专题来做一个分享甲报告那首先护学有提出画一个图这个图叫做三角形、三角形。那三角形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那等腰三角形代表它每一个角度都一样，既然每一个角度一样，就代表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的。我们所谓的在圣不争，在法不减佛以及圣人这一些凡夫众生其实都一样的。那为什么后学会用三角形呢？那也可以象征说，这个三角形里面就如同我们埃及的金字塔一样。那金字塔为什么有金字塔？
当然，在古老的这些法王啊，他要临终在这边的时候，能够接到的，能够从这个金字塔里面能够一直往什么往上天我们讲的，他们那个基督教所讲叫做永生这是一个象征性。那其实这个金字塔里面还有一个跟我今天后续要跟大家讲的报告的点非常重要的，它是代表一个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就是我们修道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究竟。没有这个智慧你绝对无法脱离我们今天所讲的，真的能够了脱生死。所以在六度波罗蜜里面最后这个智慧般若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在三角形里面，后学都把它的，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在实体上课。那我们在实体上课大概都在佛堂里上课。所以佛堂这一个另外一个名称所以这后续用法传，先用法传，法传就是在讲佛堂。那佛堂它是我们共同在修持当中里面的一个场所，一个道场的那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是讲老师跟我们讲道要有三不离嘛，第一个不离浅显，第二个不离佛堂，第三个也不离经典所以这一个佛堂是非常重要的。那佛堂为什么也叫做法船？因为船是在海上航行的，那法船是在指引众生，在这一个此岸有生死的轮回的此岸怎么样能够到达我们那个涅槃没有生死能够了脱的那个彼岸。所以这个叫做称为法船，也是借着佛堂。所以今天我们它这个佛堂里面这船是一个我们讲的在一般社会上讲，船是一个避风港，那法船也是我们身心的一个避风港，那么也是个黑暗的明灯更加是我们心灵上的一个什么灯塔。那今天也是更加是我们一个一贯道的弟子里面，我们求道之后，我们要学道，我们要修道，我们要讲道，我们要办道，我们要行道，以致最后能够成就佛道的一个地方一个修炼的场所。但是这个佛堂里面我会学刚才讲的，为什么用三个那个用三角形呢？我把它在道中里面把它累积起来，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相辅相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道中的点传师，所以点传师后学把它括号叫做领航者。所以整个佛堂里面的虽然是佛第二个我们先讲这个第二个叫做坛主，就是舵手。第三个它就是人才水手。那一个船它要航在大海之中必须不离开这三个角色。第一个领航者就是代表是他必须把整只法船、整只船，他怎么样他一个方向、他的目标，以及他的怎么样走的一个速度，而能够达到引导到我们真正要到达的目的。那今天圣人点传，我们圣人点传师也是一样。我们把所有的这一个佛堂里面，包括坛主人才里面，我们怎么样来指引能够刚才谈到了，能够从生死的这一个此岸，而能够达到涅槃的彼岸的当中这个方向里面一定要正确。所以老师讲过一句话，修道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理念正确修道绝对倒不了。所以这一个方向里面，我们圣人点传师就是要有一个方向，这就是一个领航者今天因为不是讲这个角色，所以这个角色我们大概跟大家分享这样。那第二个叫做我们讲的法船，就是佛堂。那佛堂就是有我们讲的坛主，那坛主就是舵手，就是掌舵的人掌舵的人。所以也就是我们讲的坛主是负责我们坛里面的整个事务日常的事务以及怎么样推展道务怎么样联络道亲，或者进一步来讲渡人
承检等等的工作，这就是身为一坛主了，所以一坛主。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设佛堂？因为我们所结下的因缘，包括我们所有的附近的这一亲朋好友，我们都可以有办法以及方便来让他引渡到佛堂求道，而能够跟我们一样坐上这个法船，而迈向我们的生死了脱，也就是回归我们无极理间老母的身边的这一条。那今天我们重点就是落在于什么？最后这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人才。人才就是水手，水手就是在船里面工作的人呐，或者是我们一般讲的船员呐。那这个人才就是重点来讲啦，无论点二社也好，坛主也好，包括人才，但是这些中间里面有包括讲师等等的，其实我们人才也可以当讲师，坛主也可以当讲师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人才来讲，所以人才里面这是我们在一贯道里面在推展道务的这些工作者也就负责整个庄严的道场怎么样来辅助我们坛主。所以人才跟坛主它是相辅相成的，互补不足。因为咱讲的人无十长人无十全十美所以这单主应该做的职业，但是伊有一寡嘛是会缺失。那这个缺失缺失就要人才去补足。所以把整个法团、把整个佛堂的道务的推展，能够很顺利的去把它推展出去，这样就对我们道务的推展才有很大的帮助。这是刚开始讲，后学者讲，把这一个来分为三角形里面代表是一个法船，法船里面有3个很重要的的角色但是今天我们针对人才这个角色来跟大家分享。那什么叫做人才？人才我们一般讲叫办事人员所以人才又称为办事人员。那这个人才跟办事人员为什么它可以相互的一样呢？那第一个我们来解释，把延伸什么叫做人才。人才就是替上天引人上法船到达彼岸的栋梁之才。所以后学特别用红色人才所以是代替我们上天老母引渡这一些我们兄弟姐妹，能够刚才讲上了这一个法船，能够来佛堂求道，而求道之后，刚才讲能够学修讲办行，能够达到最后真的了脱生死，达到彼岸超脱那这一个里面，我们身为人才是一个非常的我们这个中间的一个干部的一个人才所以我们必须很重要的，所以一个推展道务的，所以这个人的人才是用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要称为办事员呢？办事员就是协助上天办理三朝普渡收言大事的要员。所以办事员就是在协办我们坛主，协办我们点传师。那为什么我们要协办呢？就在共同在这个法团里面，共同在这个佛堂里面，在推展道务。推展道务的最终起点目标，就是要帮我们老祖师、师尊师母，帮助我们山佛领受老母的意思要来在瞻期末节当中要来普渡收言大事。也就是讲，我们要辅助我们我们山佛能够三朝普渡，能够度尽96元台佛祖，最后达到一个收言大生死大事，每一个人真的能够了脱所以我们办事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员重要的人员所以今天跟大家诸位在线上的都是一个人才。那么人才也是我们讲的本事员，所以你们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所以不能看轻自己，要看重自己，然后把我们的本分刚才讲的本分把它做得好
那才能够完成我们今生今世来下凡人间所必须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往回到我们的老母的身边。那同时我们可以引渡我们很多的众生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兄弟姐妹啊，能够跟我们能够回到我们本来的应该来的地方，我们本来应该回去我们的故乡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先稍微介绍什么叫做人才，什么叫做办事员。那人才跟办事员啊，他的愿力跟使命对一个人才办事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或许就简单来讲，什么叫做愿力？愿者圆心这个都我们知道，愿把它分为上下来一个是圆，一个一心构成的。那圆心就是我们原来的心，也就是我们本来的心，在我们道中里面的叫做道心，一般来讲叫做良心所以在圆心里面就是发住你自信流露出来了。所以这个刚讲，原来的心就是本心，本来的心就是本心。所以这个本心里面其实心里面的启动都是从本体而来的。所以我们记得六祖坛经里面五祖告示六祖这一句话：佛为传本体，师密付本心。所以所有的历代祖师，所有的这一些名师大家所讲的都是在讲本体跟本心。所以今天我明示一指，我们发下的这个愿，其实是要找到你的本心。你如果有办法找到你的本心，就能够回归到我们的本体。那回归到我们的本体，那当然就能够我们讲的了脱生死，永远不再堕入世俗中道。所以这个原性下，那力呢？力就是原力，因为原心它是本体本心里面留下来的那个力量是无穷尽的。所以在佛经里面讲，心量广大，心就是心量广大。为什么心量广大？它非常大，大到如同尽同虚空，遍周法界。所以如果从原心展出来的那个力量，它叫做原力，它的原力是不可那是无穷尽的。所以，但是你怎么样展现你这个力量？所以我们才讲有愿就有力。有愿就有力，愿若偌大，力就偌大。这个如果看到我们这些佛经这些讲师常在讲的这一些所有的佛都有他的愿力。我们讲的地藏古佛第一不空，誓不成佛。南来古佛也有我们老师以及我们祖师都有他的愿力。那今天我们有愿力，我们的求道也有愿力。我们讲的10条大愿。那今天除了10条大愿，诸位在线上的大家都是人才，人才都是清果以上当愿，当愿清果以上的，所以你们都清果愿，还有10条大愿。这个愿下去大不大？我们大家都一样都是10条大愿。那个人的修持的境界又不一样，就刚才讲的人才里面的那个讲师还有讲师愿，坛主也坛主愿，还有同心同德愿，怎么样愿太很多所以有愿就有力，没有愿就没有力。你力气行了，这个力量行出来，那当然我们的愿就能够了这是相对的。所以愿力是这样子，这个表面上解释这样。那后学引用老师讲过一句话，他说：“欲成佛道，须具信愿行3资粮。”也就是今天我们想成就佛道，成就什么佛道？自性的佛道，也就是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能够恢复了，找到了。虽然名师一指，诸位我们都知道，以前的道是求道，以前能够得到是必须先修而后得修到公严国满
才有机会求到。但是现今不一样，上天慈悲，在这佳期良辰，只要我们记下累世以前有很多的因缘的汇集之后啊，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我们就是要得到这个道之后，先得而后修，得了我们必须去修。所以跟古代的这一个清凉弘扬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我要怎么样修？我们明师一指知道了。那刚才讲出了学修讲半行，这是我们的层次之外啊。那老师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具有信、愿、行。有3种资粮，什么资粮？回天的资粮。老师又讲，无信无以立愿，没有信就没有办法立下这一个宏愿，或者立下这一个大愿。像今天我们诸位人才，我们今天有办法生人在道中一贯道是一个人才，能够站在白羊的舞台在修办道。刚开始的时候，银宝师引进我们，假如你没有信，当然这个信不能说100%的信，但是总归你肯信银宝师带你来这个求道，你绝对不会疑惑。既然不会疑惑啊，所以到信的时候，你今天要求道，所以在求道点传师点道之前，一定要先立下愿，立愿之后啊，才能够什么去点道。所以这个信重要不重要？重要。所以记得孔老夫子讲的，人无信而不立。信是董事端，兼万善。信，也就是刚才讲，是我们的本心，本体是我们的本心。所以从本体本心所展现出来了，那个才是真实在。刚才讲力量才会大。所以你一定要这个信要诚信，或者在信用，你去接受。所以今天来讲，我们为什么要信？我们诸位在座的，在诸位线上的人才，你们都不是，是不是我们肯定啊？我们信啊，信什么？道真、理真、天命又真。这个我们信。再来，我们信，我们真的人人可以成为尧舜。台湾的讲的，先父本是还人者，只怕还人心不坚。你若无信，就是来讲话，先父本是先父者，哪有还人作新鲜呢？所以，因为我们肯信，每一个人都成为尧帝，每一个人都成为古圣先贤，每一个人都成为诸佛菩萨。所以老师叫我们要什么？要信，这个信要深信，深入的深，要深入的去信，然后什么？立志不移。所以天下没有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及。天下没有不可成之事，只是立志未坚。所以立志就是立愿，所以你愿坚了，就代表你有信；你愿不坚，就代表你无信。所以归信没有信，绝对没有办法立下这个愿。今天诸位如果没有信银宝师带来的佛堂啊，你就不会求道，在求道之前立下这一个10条大愿。所以第一个非信无以立愿，第二个非愿无以导行。刚才谈到了五官都大，所以愿力五官都有力量，所以无愿没有愿，你试一下这个10条大愿，我们就照着这个10条大愿啊，慢慢去引导我们怎么样把它实行出去。所以这个愿，老实讲，愿当切愿。什么叫切愿？切记或者切实去把它实行这个愿。所以我们常常讲，听讲师或者讲师跟我们慈悲啊，你若愿不能了，难把相还。我们愿一定要了，了了之后呢，就是你之前你就是要怎么样去实